小林所在大地当，这次花莲有真个所在出现灾情，玉里镇上坡的民众无水通用，这点仔架路面拢碰起来，民众只好举铁腿啊，将这路面靠平了，车才会当过。上坡肋骨塔嘛受灾，用代理电力表示讲，有一半的几啊位呢落落伫涂骹，有家属发现讲，因老爸老母的几啊位已经倒去啊，真伤心，哭甲真大声。我孙子真倒了，倒了，家属当头为他门对内底看，发现连骨头内底东倒西歪，连爸爸妈妈的柜位嘛倒去，直接哭出来。哦，确定也倒了就对了，那怎么办？地震后花莲玉里上坡连骨头有一半的柜位拢倒去，外面楼梯的铁路嘛落来，目前已经暂时封起来。另外发生撞风的果唔哪只。点仔架几个所在拢有必顺，搁直接铺起来，民众干来当家己想办法。哦，会卡到底盘呐。开过最，因为里面好几部车。哦。出门不方便。车路真侪问题，机面后壁窗顶嘛规支拢歪去，即马上坡机面出门有困难，伫厝内嘛无水通好用，想到地震当时要是真惊吓。没有水，没有自来水，用矿泉水洗啊。哦，用矿泉水啊。那怎么办？不会他用的很紧张啊，楼下这都没有办法动啊。整个里面我店铺里面的东西整个都掉下来都垮了。地震造成未少灾情，灾后重建恐惊要需要一段时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